Show time! Water Show time! 學咗條 Water Bomb 啊，同 Summer Sonic 咁樣啊！全場藍色 J2 就 J2 啊，日本乙組聯賽啊！今日係橫濱 FC 對呢個傳統勁旅嘅門田山葉啊！日本啲短片製作好有水準㗎，除咗波衫靚，短片嘅質素都好高喎！日本今日 J2 竟然擺國立競技場啊！咁你都有咁嘅號召力嘅，如果唔係你租場啊，工作人員嘅錢都唔夠俾啊，係咪先？租場費都唔夠俾。每隊都有機會可以申請國立競技場嘅國立日嘅，但係你真係夠做先得。以前橫濱 FC 前身啦，橫濱飛翼，始終係橫濱，始終係大城市都有咁上下協助力嘅。對面田又係藍色嘅，又係淺藍色，所以今日全場成個國立競技場都係淺藍色。高光麗啊！最勁係 J2 賽事，竟然係6萬幾張飛一早賣晒啊！幾時港甲有呢一日呢？最有話題性嘅，上年都係踢嘅日本親嘅阿里頓監督啊！